健保署是针对着新冠胃病康复者来启动着整合医疗的计划。目前伫台中有15间的病院有来开门诊，确诊者若是伫解除隔离后的6个月内来出现着中新冠或者个后遗症的症状，会当查健保卡甲解除隔离的证明文件到门诊看医生。 伊使用线顶门诊的方式替确诊者看诊，不过确诊者治疗线人好起来了后，有的人开始出现后镜头。是有讲过说，就是他后面会比较喘，然后体力会比较差这样子，可能原本爬楼梯可以爬3、4层楼，可能爬1、2层楼就很容易喘。有的确诊者好起来了后，会有喘的镜头，有的人会感觉人神仙。医师讲，这可能就是新冠急性感染后的症候群。大部分的人呢，都会是以比较容易倦怠为主，有些人可能会有一些忧郁的症状，有些人可能有一些长期呼吸困难或慢性咳嗽的情形。 新冠急性感染后的症候群，佫叫做中新冠症头，大部分分作4类：神经症头，人会着急、失眠、忧郁；呼吸道症头会嗽、喘、胸坎白白；消化道症头胃口无好、胃肠无爽快；皮肤症头心血管方面，卖感觉心跳皮肤菜。 确诊者康复后的6个月内，如果出现长新冠症状，带着健保卡还有解隔离证明文件，就可以到门诊就医。为了治疗确诊者人好起来了后，可能会出现后镜头，健保署推动新冠染疫康复者医疗计划，并开设整合的门诊。伫咧台中分别是台中荣总、中国附医、中山附医、埔立台中病院、丰原病院，拢总15间病院提供服务。互确诊康复者若是出现后镜头，唔免烦恼，去病院接受专业的治疗，就会当甲病医好。观众朋友，有一件事情不知道你们做了吗？那就是赶快来订阅我们的 CH52华视的频道，而且记得哦，一定要帮我们分享、按赞，还要开启小铃铛。